以赛亚书第23章，审判太尼。这是有关太尼的信息。他死的尊者啊，着悲伤啼哭，因为太尼受毁坏，无厝嘛无港口啦。对基体的地有话传到因遐，沿海的住民、西顿的生理人啊，着哀哭。临过海趁真侪钱，经过大海，在西海的五国尼罗河两岸的修城，太尼成做万国的市场。西顿海洋的要塞啊，着见笑，因为大海有讲：我毋捌怀孕，嘛毋捌生你；我毋捌养饲后生，嘛毋捌养育查某囝。消息传到埃及的时，因为着有关太尼的风声非常痛心。沿海的住民啊，着过去塔斯，着哀哭。这剑是古早就建立欢迎的城市，有真侪人对这去到真远的所在做生理。太尼捌指派人做别国的王，伊的生理人真侪是王亲。伊的商人是国戚，啥人决定要攻击太尼？这是上主万军的统帅决定，要凌辱太尼所夸口的荣光，互世上一切的贵族见笑。哈西的住民啊，着大满恁的土地，亲像尼罗河的水泛滥，无受限制。上主已经伸手伫大海的顶面，要互列国皮皮掣。伊下令要毁坏腓尼基的要塞。伊讲：受凌辱的在色女西顿啊，你袂阁有快乐，起来过去基提，伫遐你嘛袂当得到安息。恁看加勒底人的地，伊的人民无阁存在。亚述人互伊成做野兽大的所在，因起造攻城的塔，拆毁因的宫殿。互即块地拍远，他死的尊者啊，恁着悲伤啼哭。恁的堡垒已经受破坏啦。伫迄日，太尼话互人袂记得70年久，甲一个王的年岁变长。70年了后，太尼的景况话亲像歌所得描写的妓女，而即个互人袂记得的妓女啊，摕徛琴伫城内四过行。弹好听的歌，吟真侪诗，互人阁会记得你。70年过了，上主会阁眷顾太尼，太尼会恢复伊的本业，甲世界逐国无益。毋过伊的盈利甲所赚的钱，拢要献互上主，无要囥地，嘛无要囤起来。伊的盈利要归互敬拜上主的人。互因食青龙富足。